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有机会过来到咱的教会。我知影咱4月30要camp选，望上帝安排拄好的同工来遮传入来引带大家。我对嘉义市福音教会退休这边几年前就捌来咱遮一摆。迄个时阵是咱的正美长老为着新安宫电视的募款，我有受安排来。后来经过几落冬，我想讲咱已经无事啊，毋知影讲甲即条佫无，拢无在斗下手，嘛会看见安尼。拄仔才甲我介绍，讲咱的姊妹是负责着牧师的查某囝，4位姊妹。有影，阮甲区牧师，共迄个时阵少年的时，拢伫台湾的教会逐所在咧拍拼。阮是真好的同工。伊虽然是伫北部，我伫南部，毋过阮常常伫开会中间拢会斗阵。伊嘛真关心阮，嘛。真疼惜大家做同工的前辈，所以就会体会伫世间的日子，毋是拢足长，有一日拢会离开。真正是上帝安排，你有机会通献诗，你就来游。我有机会通去讲道，我就好好准备。你有机会伫逐所在，真正就会去敬拜上帝。因为伫世间的日子，拢真短，上帝帮咱这边安尼，立院长老特别安排，互我有这2摆的机会，我想了后，咱就会有牧师。今仔是要甲咱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来做咱的礼拜。几年前。马总统咧竞选第2任的时，台中市的副市长带伊的太太落去南部甲伊助选，到伊的车队倒转来，伫迄个高速公路的乌山头段也发生大车祸，后来市长夫人就点一支手过去。就是伫迄边的车祸，迄是足严重的。后来受人帮赞，拯救到伫市病医院伫台南治疗。虽然减一只手，性命还留着，伊伫迄个电视的记者的顶头，吴市长伫遐老目屎讲：“我是何等的人，我是什么款的人。”当然，咱知影伊是外省人，毋过伊讲，当车祸发生的时，伊才发觉到南部遐个乡亲，拢无分啥物人种，对一省的人，无嫌啥物党，毋是民进党，毋是国民党，是疼惜一个着同乡的人。伊讲。有的人领衫来包伊的太太，有的人甲伊摸咧，有的人指挥交通，互迄个南二高的交通袂阁去受到伤害。伊讲到伫病院的时，嘛足侪人伫遐抽血，爱要赶紧救伊的太太。伊讲，互伊安尼有讲袂出来的感动。台湾人迄款的。特别的疼，特别南部人，互伊永远都无袂一定，即个人讲的好。我想就会体会到，即款的民情是台湾人的民情。所以广东一个旅游的杂志的作者方新成来台湾踅一遍了后，伊就伫世界发布讲台湾的风景。虽然毋是干那日月潭，毋是阿里山，伊讲台湾的风景
上介水的就是人，咱这个人会记哩有即款的报道，伊伫遐讲迄个亲切、热情、好款待出外人，迄是因伫大陆永远的对袂着的一个特别的所在。我想今仔日咱嘛要伫圣经内面看见保罗受压，保罗是互犹太人陷害，亲像伊咧陷害耶稣共款。后来罗马的政府用拄好的方法，甲伊救入去监狱，然后要甲送去罗马，无爱互伊住犹太地受审判。因来到伫海上去拄着海难，结果去到一个孤岛。即个孤岛的百姓，咱的圣经白话字甲伊翻做患难。咱过去对遐个其他的民族，除了汉民族是叫做人以外，所有的别族拢叫做番。无论是南洋番，还是美国人，咱嘛叫伊红毛番。咱的原住民，咱嘛讲因番啊，咱歹势现在才有原住民的兄弟姊妹，迄个就是过去即个中国人，还是讲即个汉民族，即款骄傲的迄款的心志，这是在咱会看见讲，含圣经咧翻译的是，就是讲若无有希腊文化的人，因迄个时代，就是拢讲番安尼。所以就有迄只圣经存在伫遮。咱的中文好好分着甲翻译做土人，白话字翻译做番人。卢振中牧师伊嘛有翻白话字的圣经，即集我甲翕，伊就翻做讲迄个岛上的野蛮人啦，佫较白话，佫较歹安尼啦吼。是可能有影原文就是安尼写。毋过吼，即一集当来有一本新翻译的圣经吼，这本圣经是新译本，这个新译本吼，我就特别提来就是讲，新译本就无安尼翻译啦，伊就甲翻译迄只圣经叫做当地的居民啦，当地的居民啦，读起来去较舒服安尼啦吼。知影讲，迄个所在嘛有大人啦，迄个所在的人，毋是土人，毋是番人，毋是迄个会食人的人，迄个好款待人的人啦。迄个所在是倒位？迄个所在咱的圣经叫做米代，咱即摆名叫做马耳他啦。你若是米代世界的地图找无，伊是地中海的一块，差不多拢石头做成的一个孤岛。总是今仔日诚侪足侪世界迄款的新婚旅行，会去迄个所在放假的一个岛。因讲寒天18度，热天23度啦，袂落雪，无炎热，23度比今仔日较烧热一丝啦，安尼啦吼。抑阁毋免穿大衣咧，安尼啦吼，抑阁毋免讲着烦恼会寒会热，拢足拄好咧安尼啦。伊讲伫1984年联合国互因伫遐独立，1994年伫台北才就有设办事处，所以要去马耳他就毋免去香港签证。即个所在伫保罗迄个2000年前，就是无文字、无教育，拢无现代生活，无法律，所以因叫因做野蛮人。总是伫即只圣经内面，伊足简单就表达一句话，伊讲岛上的居民对阮用汉地有的听来好款待阮。白话字安尼翻译的时，你就知影足白话，用迄个汉地有的。就是足特别的、足稀罕的，安尼欢迎因，无讲忽然间透有一群野蛮人安尼来到阮的岛上，因为遐军人拢穿军
家举枪举刀，啊，保罗因是带铁链做犯人，迄是足狼狈啊。毋过，遮个渔民讲用汉地话听来好款待你。你读到遮个时候，你就去体会讲，有足侪时阵，毋是你读哪悬，你捌哪济，啊你哪济钱，啊你安尼无论去留学摕博士也好，无论你住伫台北市也好，哪老这个都市，哪进步的所在。无一定伫迄个所在就会看到疼啦，你敢知？毋是你读哪深，捌哪济，就哪知影，无啦。迄个真实的疼，你看伫即个所在，因拢毋捌字，因嘛无文化，毋过因会晓用因真实内心的海底受起来的遮个，无论军兵也好，无论犯人也好，迄个就拢无甲伊分辨。我想若用即个，咱来甲伊想到台湾社会要伫倒位会当有即款的马耳他的所在，我要讲教会啦。台北市足侪人总是当因心灵失落、忧伤、痛苦、行无路的时，因要伫倒位？因当然会去拜拜，总是表示是迄个。点点菜伫遐个偶像，要互你交拜名，伊袂甲你讲话啦。我常常伫嘉义市个广播电台咧讲话时，我甲伊讲，你来教会，教会有专业的牧师伫咧等待你。伊无搁做别人事业，伊干那伫迄个所在，毋是礼拜一咧讲道尔，伊六日拢伫拜堂咧等嘉义市心灵失落的人。我敢安尼甲市民讲，因为我做牧师的时，我实在安尼做。我嘛要甲台北市的人讲，你来教会，因为教会遐有聘请专业的牧师伫遐咧等待你。因为咱的教会就爱诚侪接纳失落、忧伤、痛苦、行无路的人。毋过有迄个听众会敲电话讲，牧师，我毋知恁基督教是安怎组织啊？我就知伊就是拜拜啊。伊就讲，我嘛捌去教会，毋过话会甲恁赶出来呢。都毋是礼拜日，你是要来创啥？伊讲啊，礼拜日我袂当还债，你做礼拜毋通来遮。当然要停车嘛，无你停。你要一个礼拜堂，伊嘛无你入去，惊你怎啊伫遐困你？哦啊，遮个有影无头路、无通生活的人，伊嘛想要去礼拜堂休困。礼拜堂的总召也是牧师，伊讲话就讲，阮遮毋是救济因啦，你若有需要吼去找市政府啦，啊若无就是去派出所啦。一般拢安尼甲因安尼啦。伊讲啊，参牧师，你咧讲的教会无啥共。我讲安尼，迄间教会无直接啦。伊讲啊，若无直接，就叫因十字架拆落来。我讲好啦，莫阁讲遐济啦。教会人有听着我咧讲过吼，等伊祈祷阁悔改安尼啦。啊，实实在在要互你知影，因为耶稣有讲。就是伊听有做的人，凡有需要的人，拢会当来到教会。包括你要倒腰无通食，你来教会。真正教会爱帮助你。你病痛，你来教会，教会会甲你介绍病。你心灵忧伤，搁较就爱来教会。换一句话来讲，教会就爱会晓听小遮个失落的人。我今仔又特别找一本册，这本册我嘛毋茫有心的人会当去咱的册房会当买着。遮有一本叫做《耶稣比宗教较大》，耶稣比宗教大，这个名怪怪这是一个少年美国青年写的。
伊讲当伊写这本册，这个题目，伊先甲伊铺上网的时，伊要表达讲，伊足爱耶稣，总是足讨厌宗教安尼啦。讲较白就讲，伊足爱耶稣，伊足无爱教会安尼啦。伊讲足侪教会拢无耶稣的圣名，干那一个建筑物伫遐尔。哇，讲迄个观念吼，上网了后48小时，伊即个册介绍讲有700万人伫遐按赞。伊即个世界48点钟，就有700万的人讲，我嘛有咧想诶，迄个感觉就对啦。无影教会，亲像耶稣讲诶讲，烦恼、劳苦、重担诶人来求问我就要互你安息啦。有时阵伫教会内面冤家，有时阵伫教会内面咧卖下、咧分党。有时阵伫教会内面咧，互人挂倒，迄摊是教会。啊，所以伊讲写这本册时，就互足侪人有同感啦。伊才有一句话讲，教会是互人坦诚他脆弱的地方，教会是让人拿下面具的地方，教会是让你能够做自己的地方啦。啊，所以我就会体会讲。保罗和犹太人陷害，犹太人是有教会的人啊，有上帝的百姓，毋过都遐尔固执，甲今仔日个阿拉伯人差不多啦。反对的就是爱来谈，已经失去迄个上帝讲伊束缚万法。今仔日个教会，特别中央教会。伫全台湾是2000几间上界大的教会，总是豆豆咧衰老，豆豆咧倒退，豆豆咧无成长的时，教会已经陷落去审判，陷落去骄傲，家己袂记看见咱较早无信耶稣的是不是偌可怜？今仔日互你有机会。入来伫耶稣的内面，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囝儿的时，你才真正失去感恩，失去俄罗主苗要奉献，你就通知影讲，咱的豆豆亲像遐犹太人来咧陷害保罗啦，毋通安尼，你会看见落雨乌寒，大家拢去跳茶。含保罗嘛去跳槽，嘛来描绘互大家红。虽然拢是犯人，毋过保罗至少是迄阵犯人中的使徒，传福音的人。有足个学生嘛对伊行嘛对伊受了，大家咧跳槽，老师嘛对咧跳槽，对咧行会，结果互抓家着。你读到遮个时候，就搁互咱。进一步去看见讲，教会毋是干那有十字架呀。若讲有十字架的所在，就是教会。这本册伫遐咧写讲，迄罗马堡嘛足个十字架。所以要安怎谦卑家己，屈低家己，迄才是教会领导者啦。保罗伫遐跳槽，嘛伫遐甲大家行会，我就会体会讲，做牧师也好，受选做中职也好，还是你伫家庭做父母也好，要安怎用迄款屈落去、压腰落去、甘愿谦卑牺牲来过你的一生，迄才是基督徒，迄嘛才是牧师，迄嘛才是中职啦。因为保罗实在伫迄个乌寒的中间，伊嘛甲人做伙伫咧跳槽。我少年的时爱写论文，才会当做牧师。啊，迄时也要牧会，也要读册，也要考试，也是足艰苦。啊，所以有人就我咧找人，人就甲我教讲，啊，你就落去台南找一个教授。
迄个教授嘛，地方的教会牧师伫台南市咧牧会，伫台南市内面咧教册，讲，我就落去找，我要落的时，我就敲电话甲伊拜托，讲某咪牧师，我是一个少年团队，我因为写即个基督教听的伦理，我需要你甲我帮助，我指点啦，甲我指导，伊就讲好你来，我就甲你约一个日晡，我就落去。我伫婚姻关，就爱听有礼拜初2点钟才会到台南市。到位的时已经要暗5点外，我入去到伊的教会，找无人，去办公厅嘛无看到牧师，我都有约，他也找无。我出来拜堂的大门迄边，看到一个老人穿短裤，伫遐咧冲水沟，我就甲伊讲。阿伯，我借问，牧师毋知出去，有讲当时要等来无？因为我有甲伊约，要来处理安尼啦。伊个扫洗皮的头过来讲，你来啊！我惊一跳啊！我想讲伊太知影我会来，伊讲来你来，我就对唔惊。伊从我伫个册底下摕2本册，就是足古老的2本基督教听的伦理的上下册。伊讲，你等于即2本拢读了，我做笔记，迄个大纲写好，2月之后，你再过来我遮一摆。头到尾，拢嘛无搁讲啥。我当一直感觉讲，这个是牧师。这个是教师，工人下班转，暗时有聚会，今日会友来看到听到垃圾，一个遮尔有名的牧师，竟然穿短裤伫遐咧清水沟，我一段路真正安尼感动，甲目屎已要流出来，因为迄是不可想象。一个少年团队对迄个长辈迄个敬重是偌大，竟然伊是咧做比咱搁较低的工课。我家己一直想讲，所谓牧师，毋是干那伫讲台顶，是伫伊的生活的生命内面，无怪伊会当看遐大间有规模的教会。互我上一课，我都通好去解说。一世人印象非常的深，会去体会到做伙来，动手落去做，屈落去做，毋是干那伫遐读圣经甲灵修，是伫遐要安怎去体会生活所拄着的所有代志。既然伊会当伫迄个所在做遮尔啊艰苦的工课，还佫有啥物会友因兜的代志？伊会毋知，所以我就会体会，迄就是保罗。保罗就是安尼经验，佫就互蛇咬着，然后无死。佫较会去体会司布真即个19世纪足有名的报道家，伊讲安怎？伊讲要做一个有气力的牧师，伊就爱会晓祈祷。牧师当然会祈祷，伊讲伊就爱会晓读册。牧师当然爱读足侪册。第三，伊讲伊就爱经验过苦难啦。无经历苦难的人，毋知影伫苦难中的生命是何等的精简啦。伊所讲的道理，伊所读的圣经，无明啦。台湾就讲足浮漂的。所以你去体会，屈落去受伤、祈祷有功效，迄款的过程，伫咧伫教会下伫之外，要安怎去带人信耶稣？是你爱甲迄个耶稣
甲你的性命，伫你困难的时安怎求救伊，伫你无伴的时伊安怎陪伴你，迄款的看袂到的疼，永远存在的手，迄个经验你爱有，迄个就是保罗伫迄个中间所流露出来。你若当安尼去经验的时，你才会知影讲，我信耶稣，我伫教会服侍，我讲一片道理，我欢喜伫主的面前做好的工。你若当安尼的时，你就看见讲，规个岛上的病人，哇，规阵拢来，凡有破病的拢来，保罗拢无甲伊分，无分讲啊，你这感冒的，啊，你这病较轻的，啊，这祈祷有效，啊，你若得麻风病，啊，如果你得癌症啊，迄个我无法度。你圣经是安怎写讲？拢总来，规岛上拢来，拢无甲伊分别，拢甲伊祈祷。所以我头直直咧讲，传福音，上帝互咱足侪机会传福音。有真侪时阵，你会当伫迄个所在流露，你对耶稣基督的疼，你会帮助足侪需要的人。虽然伊拢毋捌做过礼拜，伊嘛无洗礼，伊当然毋捌耶稣。你嘛会当家己祈祷啊。我家己本身有一个足特别的体会。我捌有一件身躯艰苦，嘛来台北讲道，足忝的，坐去到车顶，就想要困，我就甲隔壁的人拜托，我讲借问你敢要坐到嘉义？伊讲伊要坐到台南，我讲安尼真好。你若到嘉义我若困一摆，你甲我摇好精神我要伫嘉义落车，我平困过头，安尼啦。就讲好，不要紧，你困，安尼啦。我就安尼要倒落去，安尼要摕落去困的时，怎喘一个大气啦，实在也是一瞬放松啦，感觉讲安尼安心要来困安尼迄个姊妹。他会忽然间听到讲，我来喘大气，喘到足大个安尼伊说，毋知安怎感动啦，伊就讲，先生你真忝我是讲对啦，我忝安尼啦伊讲，你心内有啥物苦痛？我哎呦，当问对啦，我怎啊夹一条咧？伊讲。伊怎啊对边仔摕一本细本圣经互我咧？讲安尼，我咧信的上帝有安排你来甲我坐做伙安尼啦。我要介绍你即个耶稣安尼啦。我一时真正足见笑的，你敢知？毋知要安怎应安尼啦？是要甲先生讲我是牧师，还是卖？若要卖就一路一直嫁到家己呢，敢知？我知要安怎？我迄瞬间真正足艰苦呢。我讲，毋是讲安怎心内艰苦啦，是人感冒就忝安尼啦。我安尼喘一个大气就感觉身躯足舒服的安尼啦。我讲真正足歹势，互你感觉我安尼心内有艰苦真正对你足失礼我是来深深甲你感谢，嘛互你足感动安尼啦因为我是一个牧师啦，你嘛怎样用要扶你？伊等你家一个牧师传录音你想嘛，足伟大安尼小可表示一个，你就知影即个人咧有苦痛安尼后面肉体野性甲心灵苦痛拢差无偌远啦袂输迄个前日打甲界外求咧安尼我伫迄个骹头安尼啦我真正嘛足需要你替我祈祷阮两个怎啊伫车顶祈祷啦我想伊真正有心我心肝里就知影讲即个定着毋是长老会的会友啦，长老会的会友无使咧插人，你敢知？
真正互较摇摇。人伊就是伫一间国语教会咧做了嘛。人伊身躯边就是有炸4本圣经。我讲你这本圣经摕去准备送互别人吼，我卡板仔内面佫有一本金记诶咧。我啊，怎啊足欢喜诶！我怎啊毋免困，你敢知？怎啊一直讲啊足欢喜诶！人伊讲因诶教会，讲因安怎奉献，安怎咧做小组，啊，咱会感觉足见效。咱太离遐尔无发展，咱嘛爱要搁较好，会当安尼分享到家己，拢袂爱困，就会互你体会，亲像搁我诶耶稣甲迄个伊玛五诶迄两个学生，伫要去耶路撒冷诶路上，安尼讲甲怎啊心结苦苦安尼啦。所以你就会通去体会，保罗。无甲伊分别，拢总来，有困难的拢我来，都、就是要替伊祈祷。咱也会当安尼来体会是，上帝听咱祝福咱的教会，同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疼痛伫阮的心上够遮丰富。虽然我毋知影伫世间。要有几遍会当讲到，总是要紧的是阮的生命，要安怎伫无讲道的中间，无伫世间的中间，嘛要阁会当流露迄款的感动甲疼心。愿是阮的上帝甲咱姊妹三甲伫底，互伫今仔日的社会会当入来到伫教会，上帝就甲因安排有一个搁较水。奉献伫你面前的牧者来即个所在带领咱弟姊妹，热心服侍，亲像伫无牧师的中间，遮尔久长的中间，因伫遮体恤3帮赞，3甲敬拜上帝到今仔日，